AI 嘅進化步伐飛快，最新嘅震撼彈竟然係嚟自 ChatGPT 啊 ！OpenAI 推出嘅 GPT Image 2.0文字生圖同圖片編輯榜單橫掃榜首，網上已經湧現海量靚圖，唔講都未必知係 AI 作品啊！吓，你仲未用到？冇計啦！香港用家而家都仲未可以直接用到國外幾個最頂尖嘅 AI 服務，但其實電信商 SmarTone 早排就出咗個全新嘅 AI Plan， 配合埋佢哋嘅 AI Connect 服務，就可以免 VPN， 直連 ChatGPT 等等最 hit 嘅 AI 平台。只要打開 AI Connect 就可以經 5G 網絡直接連上 ChatGPT， 用到 Image 2.0免費生成圖片功能。而佢最大嘅突破在於推理式繪圖，可以了解用戶嘅構圖邏輯，再進行輸出。而之前得 Google 遙遙領先嘅人物一致性、精準文字顯示 ChatGPT 都做得更好啊！而且 AI Connect 仲設有 AI 網絡專屬通道，好似我咁想 upload 翻張圖俾 AI 再編輯，效果都會更穩更順，亦都唔驚個人資料會泄露俾第三方。唔單止目前最強生圖能力嘅 ChatGPT 隨手可得啊 ，SmarTone 呢個 AI Plan 就連編程能力公認最強嘅 Claude 都可以免 VPN 直連，求其講幾句就輸出完整網頁，甚至翻緊工想嚟個 Vibe Coding 隨手寫隻 App 出嚟都唔再係夢啊！如果你都想試 AI， 但係又唔想搞 VPN 啊、設定同連線問題 ，SmarTone AI Plan 配合 AI Connect 會係一個幾直接同方便嘅方法。喺 AI 年代，要安全又快人一步，當然要用最好嘅工具啦。想知收費同埋服務詳情，都可以撳翻影片資料入面條 link 睇下㗎。